大家好，我係鍾慧如。今日我為大家推介嘅好書係《英錯人差12小時》。呢是一本好值得向其他同學推介嘅圖書，分類後為 CP。故事嘅內容係咁樣嘅，裡面有兩個小男孩，一個叫浩浩，一個叫在文。佢哋有好多嘅願望，而且都好羨慕彼此。有一天下午放學嘅時間，佢哋相於一齊玩 Beaver 呢個遊戲。佢哋喺玩嘅時候，佢哋發現咗魔力嘅帽子呢一件寶物，於是佢哋便一齊點擊咗。點擊咗之後，佢哋便互換咗角色。我好鍾意呢本書嘅內容，特別係佢哋互換咗角色後發生嘅事情。我最鍾意嘅角色係浩浩，因為佢嘅生活方式好奇特同有趣。閱讀了呢本書後，我明白咗原來自己嘅家人係多麼嘅珍貴。最後，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自閱呢本書。多謝大家。